夏日腳步近，又係啤酒出動嘅時候。行入超市，貨架上五花八門，由10零蚊一罐嘅平價淡啤，到幾十蚊一支嘅進口手工啤，係咪睇到頭暈唔知點揀？好多人以為飲啤酒最緊要夠氣夠爽，求其攞幾罐平嘢頂檔就算。一位喺酒廠做咗10幾年嘅老師傅話：買啤酒唔好只睇牌子，要睇配料表。廠家為咗慳成本，喺配料表入面埋咗唔少陷阱。只要見到某幾個字，任佢吹到識飛都係劣質貨。今日我將老師傅嘅心得整理出嚟，你肯花幾分鐘睇完，我保證你以後唔會再上當。首先，要搞清楚咩係好啤酒。關於啤酒品質，有個公認嘅標準，就係1516年德國頒布嘅純釀法令。呢條法例規定，釀造啤酒嘅原材料只准用3種：麥芽、啤酒花、水。後嚟發現咗酵母嘅作用，先加到4種。呢4樣嘢就係啤酒嘅靈魂所在。麥芽提供糖分同麥香，係酒精嘅來源，決定酒體嘅濃淡。啤酒花帶嚟苦味，平衡麥芽嘅甜，同時賦予啤酒獨特嘅清香，仲有天然防腐功能。水佔咗啤酒90%以上，好嘅水源決定酒嘅口感。酵母負責將糖轉化為酒精同二氧化碳，主導風味嘅方向。但凡違反呢個原則，為咗慳成本而加入各種替代品嘅，喺釀酒師眼中都稱唔上真正嘅啤酒，頂多只算酒精類穀物飲料。老師傅教落，買啤酒反轉個樽睇配料表。如果見到以下呢啲字眼，即係話呢款酒根本係垃圾貨。第一，啤酒花製品，啤酒花浸糕。睇配料表一定要釘實啤酒花3個字。如果後面多咗浸糕或者製品，性質完全唔同晒。好多酒標上面寫住啤酒花製品或啤酒花浸糕，聽落差唔多，實則天淵之別。天然啤酒花係蛇麻草嘅花蕾，摘落嚟要用冷鏈運輸同妥善保存，成本好高，而且喺煮麥汁嘅過程入面，天然啤酒花嘅香氣好易揮發走。為咗慳錢慳功夫，廠家就用化學溶劑將啤酒花嘅苦味物質強行提取出嚟，製成類似糖漿嘅濃縮物，呢啲就係浸糕。啤酒花浸糕成本低，易儲存，性質穩定。對於流水線式每日生產幾萬噸嘅大廠嚟講，天然啤酒花怕變質，每批次風味唔穩定，而浸糕好似即溶咖啡粉咁，直接倒落大罐一溝，苦味就出嚟。用浸糕釀嘅啤酒就好似用即溶咖啡沖出嚟嘅水，雖然有苦味，但嗰種苦好死板，完全冇天然啤酒花嗰種清新嘅草木香或果香。更要命嘅係，浸糕落得多，口感會變得又澀又昌喉。如果你飲某款啤酒覺得苦到封喉，甚至帶有金屬味，多數就係啤酒花浸糕嘅手筆。呢啲係工業化流水線嘅產物，雖然符合食安標準，但同風味2個字完全沾唔上邊。第二，糖漿，包括大米糖漿、粟米糖漿、澱粉。呢個係而家超市入面幾蚊雞一支嘅啤酒最常見嘅成分。啤酒入面點解要加糖漿？啤酒發酵需要糖，糖從何來？最正宗嘅做法係由大麥芽透過糖化過程提取，但大麥貴。如果直接將平價嘅粟米糖漿、葡萄糖漿倒入發酵罐溝埋，發酵速度會大大加快，酒精含量飆升，成本就可以大幅壓低。糖漿嘅本質係直接提供可發酵糖，等酵母迅速產生酒精，但糖漿除咗提供酒精之外，乜都帶唔到。佢冇麥芽嘅香氣，冇酒體嗰種厚實感，搞到啲啤酒飲落好似有氣嘅酒精水，淡而無味，仲可能帶一陣生澀嘅甜味。老師傅話，真正嘅好啤酒，麥汁濃度起碼要喺10度以上，靠麥芽本身嘅糖分發酵。如果見到配料表有糖漿或澱粉，即係廠家為咗降低成本，用平價原料取代大麥。呢類啤酒飲完淨係得個醬字，完全冇回甘。